咱耶稣是基督，已经确定。咱听牧师的讲道，咱就爱照做门徒做信徒的身份角色，安来活出咱基督，也是咱上帝要爱咱伫世界上来做的代志。这时咱做伙来吟诗第97首，救主伫坟墓内，救主伫坟墓内，耶稣我救主，伊有对兄出来，耶稣是主，主搁我对目镜，大官员太阳对天过去，主搁我太阳，黑暗世世关系。甲圣徒行去天国作为领袖，主过我，哈利路亚，主过我，来起立，做伙来吟。